起，公山空军基地一架 T-34练机执行训练任务，失去控制，摔伫跑道2个中校不幸殉职。川普想要成立基金，要18亿美金，讲要用来补偿去予拜登政府政治对杀的盟友，引起反对，目前话题。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曹欣。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一架 T-34练机再去执行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任务，7点47分起飞，进行基础科学这个航线训练。煞伫咧8点08分，摔伫咧跑道的北边，顶悬是坐2个中校，拢不幸殉职。军方表示讲 ，T-34练机是无乌鸦仔，到底是安怎会出代志，要搁来详细来调查。不过 T-34练机失事，这已经唔是第一摆。1985年是买44架 T-34练机，到甲即马也阁有33架咧服役。对1987年到甲今年，都有12个人因为使 T-34练机来无命，当中伫咧2010年一档就摔落来2摆，造成4个人死亡。高雄公山空军基地内底救护车载着2名殉职的中校，看驶离开失事地点。伫咧跑道顶悬，也会当看到疑似 T-34练机的零件甲小鬼痕迹。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表示，2位中校早起7点47分起飞，进行基础科学的航线训练，煞伫8点08分摔伫跑道的北边。这个任务主要是发动机失效的模拟训练。飞机部讲，规个科学过程拢正常，2位飞官无汇报任何机械状况。现在就我们初步了解录音操舰跟塔台跟飞行员的无线电通话，没有回报发动机有故障。那有关是不是有没有故障，这个还在调查中。对，我们会针对机械、环境跟人因的部分来详实的做调查。飞机部表示，练机是往北飞，伫咧要正拐飞转来过程，飞行机直接头压地面摔落来，2位中校的遗体拢是伫咧飞行机顶悬吹到的。坐伫后座的桂准男中校今年46岁，担任科学官；坐伫正座参加考试的罗桂佑中校今年41岁。2人伫咧 T-34练机的飞行时速拢超过2000点钟，身体检查嘛拢正常。这个为了训练任务不幸殉职，总统赖清德也指示军方要赶紧查明失事的原因。我已经要求国防部组专案小组，尽速查明失事原因，避免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并且要全力协助家属料理后事，给予2位英雄应有的尊崇。空军飞机部表示，失事的这架编号341式的 T-34练机无乌鸦仔，4月初9才拄完成检查出站，无发生任何重大的故障。现在 T-34练机已经全面停飞进行检修，等待事故原因厘清了后，才会安排后续的训练计划。记者郭家祖、邱超勇、高永昌报道。好 T-34练机对1985年服役到今40档来是夺走12个人的性命。T-34练机这个问题到底是出伫咧倒位 ？T-34是初级教练，空军飞行学院第一架驶上天的飞练机，就是T-34，是用来训练学员建立基础的飞行、处理危机的能力，加强心理素质。透过课程来评估学员敢有才调做飞官。T-34这个机身比较较轻，对接出来练飞的学员来讲是较好掌握。不过，就因为 T-34较细只，是无法度到单射椅仔，因为这个椅仔伤过重啊。T-34服役已经超过40档，有够久。有的零件呢，也搁停产，伫咧维护是愈来愈困难。这回出代志，造成2个中校不幸殉职。T-34练机敢会太刁，也会安怎来引进新的这个教练机，正做讨论的议题。感觉色的机身，空军 T-34的初教机伫空中在飞，服役超过40档，已经唔知影飞出偌济空军的飞官。空军飞官培训已经转型3阶段2机种。T-34初教机就是飞行学员启发的导师，让学员会当熟悉基本的术科，包括大角度的转弯倒飞这基础特技，和单飞机场的起降、模拟发动机失效这科目。训练需要半年，速落来换永型高教机，开始战斗组的训练，学喷射机的操作。上尾是部分组的训练，演练对空乱炸和炸射等等，通过科学才会当挂形状，分发精线执行正比任务。古巴巴字啊、跟斗啊这些特技的操作，让你对于整个
整体的操作会有非常大的了解，你必须要转换到从螺旋桨机进入到喷射机，这个也是一个改变的变数。那我们希望让初学飞行的人变数能够少一点。卢英良表示讲，T34初教机是普罗佩拉的慢速机，适合新手的飞行员，就是缺点嘛是真明显。接应用高教机会有好定。另外，这摆事故相乱两个资深的飞官做伙坐 T34初教机，空军回应是这篇例行性的考核。飞行员一样都有他要接受的每个月例行性的考核，所以他们所执行的任务是正常按预划排定的月份的驾驶考核。T34初教机是服役40多天，空军规划爱到2033年才到服役的时限，但是对新式的初教机要采取自制还是国外采购的，一直还未定案。在这个汉翔公司的维保下，也是非常的属于这个合乎标准。我们是依照这个任务跟训练的需求来研讨新型初教机的这个，不管是筹获的这个规划。培育一个合格的飞官是需要2年到3年，这摆事故和国家是失去2个英才。卢英良认为讲，空军太外教练机的时程已经完啊，必须要较紧来建议，避免和飞行人员的训练点伫个较悬的风险内面。记者综合报道。电脑展开展第一天，回答执行长王玲芬今日下晡第一站是去到广达电脑机械这个芬达科技加 AI 5站技能阁。所落去是去甲华硕联发科这个供应链的有盘徛台，展现甲咱台湾科技产业亲密的合作关系。民众为伫两边欢迎，那亲像大明星上场。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展第一天，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去参观，佮引起众人的注意。头一站就是去广达电脑所属的芬达科技。甲广达董事长林伯礼、副董梁促进会面，广达嘛准备 AI 5站技能阁招台。黄仁勋嘛去记者围讲华硕、联发科等真侪间供应链徛台，展现甲台湾科技产业密切合作关系。再去举行的全球媒体问答，特别邀请联发科执行长蔡立行上台，佮再介绍辉达甲联发科联合研发的 AIPC 超级晶片 RTX Spark。外界嘛注意辉达进军个人电脑的原因。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after 40 years to go reinvent it for the age of AI. Wow. We're not going to sit around and not let it get done. Not one computer in the world exists that can do that today. 佮强调未来大理石 AI 发展概念，不过辉达新一代处理器 Vera CPU 采用ARM架构，甲英国台湾供应链拢以X86处理器架构建立无共，安怎伫个业界徛起，甲传统对手竞争是焦点。Computer is sitting in a data center that costs $50 billion. It cannot wait for half a second. It's too expensive. And so we created Vera for agents to use. That market is brand new. 针对台湾供应链安全，是毋是也当保持有够的信心，佮增加投资咧？黄仁勋讲，商业决策都是一面保持供应链韧性，同时甲优秀的友伴合作。辉达是台湾科技生态系上大的买主，那共款向台湾友伴表达感谢，还有暗执行长哈斯。About 250 billion chips have been built in Taiwan, more than any other region on the planet. 哈斯真感性的讲，头一个暗晶片都是伫台湾完成封装测试，暗成立无偌久，就甲台湾建立合作关系。对暗参加全球行动装置革命，台湾嘛扮演关键角色。因讲尾啊，黄仁勋佮雄雄出来徛台，那凸显暗甲辉达的合作关系，嘛搁再展现台湾供应链伫全球科技产业界无法度代替的关键地位。记者采访报道。民主公国甲乌干达这个伊波拉疫情是继续扩大，目前这两个国家确诊的病例是291件，有43人来死亡。乌干达这个隔壁国家肯亚是也无病例，不过美国想要甲当地的军事基地做隔离设施，用来隔离伫咧民主公国接触到伊波拉疫情这个风险的美国人，也这是引起当地强烈的抗议。肯亚中部南纽基的抗议民众受太压，浓烟是一直冲出来。美国政府5月底宣布，讲家己的附近的来自皮亚空军基地设置隔离设施，来安置有伊波拉病毒的风险，但是还未出现正头的高风险美国的公民，引起当地的民众强烈不满。They cannot do that because the Americans they are so very selfish. They say this is an institution or it's a quarantine facility for only the Americans. We have a primary school with retro kids over there.
who are our kids. And it's so bad that even the president himself, the man who called himsel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Kenya, didn't even consider these small kids. 肯亚政府并无对外公隔离设施计划，代志方知影了后，卫生部佫表示讲，这隔离设施是予所有的人使用的，引起肯亚社会强烈的批评。肯亚律师会和宪法监督团体卡迪巴提出诉讼，高等法院已经下令暂缓设立隔离设施，而且伫诉讼审理了进程是暂停予任何外国病人入境。即摆伊波拉感染的状况是持续扩大，敢若是民主刚果加起来都有282件确诊的病例，和上千件疑似病例。对动新冠疫苗研发的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 CEPI 宣布提供6180万美金的经费，予莫德纳在内的3个机构研发伊波拉本地不交病毒株疫苗。We think it's urgent to develop a vaccine and get it into the field as quickly as we can demonstrate that it's safe and effective. 流行病预防创新联盟正乐观表示讲，假使一切顺利，上紧伫几个月内就会当予对抗伊波拉本地不交病毒的疫苗做好临床试验的准备。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也讲美国川普政府想要成立反武器化基金，买18亿的美金。这个基金讲要用来补偿去予拜登政府政治对杀的盟友，就防即期讲是毋是咧独立家己人，连共和党都唔支持。目前这个计划是上法庭。美国参议员结束伫蒙种树纪念日假期，倒来到华府。共和党罕见的反抗川普，要求撤回17.76亿反武器化基金，接要放一笔720亿美金，予美国移民甲海关执法局爱是提供资金的拨款法案。There's been a lot of pushback, and the pushback is coming from inside Trump's own house. If the Republicans are looking at November and worried about being badly defeated. 争议正大的反武器化基金是川普进前控告国税局包商泄露税务记录的法律和解，条件是爱司法部成立高额基金，背后家己讲起前条官司迫害的受害者，高附带永久袂使对川普家族查税的条件。不过基金补偿的对象包括国会山庄不当案攻击警察的人，总统告家己的部属机关再个和解手段，更较有法律争议。国会甲舆论拢强烈不满。佛州甲维吉尼亚州联邦法院原下令暂时冻结基金，司法部决定遵守法官的命令，暂慢推动基金，搁考虑撤销本案。民主党是继续批评这是历史上上届腐败案例。Trump wants the American people to pay for handouts for MAGA billionaires, cop-beating January 6 insurrectionists, and his own family. He wanted no transparency, no oversight, no accountability. It's disgusting. 目前川普的支持率降到38%，这是因两个总统任期上低。不过，伊当地无用推杀今年7月庆祝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挺川普的团体以官民合作的模式举办真侪项凸显川普的庆祝活动，像讲白宫蓝草帽仔的决斗赛、F1 大奖赛等等。不过，华盛顿甘乃迪艺术中心进前去予人非法改名叫川普甘乃迪中心，已经去予美国联邦法官要求14天内要甲川普的名全面移除。另外，伫阿尔巴尼亚首都蒂拉纳，川普的查某囝伊凡卡也甲伊的翁婿库许纳伫保护区行进豪华度假村的项目，原来引起几落千的反对者上街头抗议。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去年4月，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枪击案，调查发现讲凶手利用 ChatGPT 来规划犯案，检方指控 OpenAI。这个 ChatGPT 会予使用者买条例，甚至危害心理健康来做出伤害的行为。即马是正式起诉执行长阿特曼。校园外口的空地，藏的拢是学生挨到枪击案罹难者的火甲字条。去年4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生一桩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检警伫调查的时阵，发现21岁凶手竟然事先透过 ChatGPT 问讲校园当时人上济，使用倒一种枪会当造成上大的伤亡，甚至阁得到若准有儿童伤亡，会有愈侪媒体关注等等的建议。佛州政府决定向 OpenAI 采取法律行动。We recently filed a monumental civil lawsuit against Sam Altman and ChatGPT for endangering our kids and deceiving parents into believing that this application is safe for use. It's clearly not. People are getting hurt, parents are getting deceived,
and they need to pay for it. 这件诉讼案毋但要求数十亿美金的赔偿，更较要求法院下令 OpenAI 必须要改变甲少年使用者的互动方式，而且建立安全防护机制，对着网络安全意识提悬。毋但开始倡导对 AI 监管，各国政府也开始对离校使用社群媒体做出限制。马来西亚政府对这个月开始禁止16岁以下儿童甲青少年注册社群媒体账号。Because we also understand that you cannot cut internet and the idea of social media and everything away from them totally, because it's part and parcel of today's life. So they must be able to navigate it at least a little bit, but not full access. No, very limited and monitored. 马来西亚这项新规定包括面册、IG、TikTok 甲 YouTube 等等平台，要求业者要设年会验证的系统，违规的人上济会罚到250万的美金。对美国惠州对 AI 企业的诉讼，到马来西亚的社群禁令，安怎防止网络科技危害儿少心智甲安全，已经真做是全球政府无法度避免的大课题。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来讲，中国北京有机器人走21公里，唔免51分钟，也这啊是打破咱人伫咧世界的纪录。伫咧日本，有机器人透过自我学习拍赢普罗的道球选手。专家就表示讲哦，这唔乃是机器人咧比运动，这项技术的目标是要互机器人会当精准理解咱人的意图，出体来代志交互机器人来做，辅助咱人的生活。机器人族的呈现时刻。大力冲刺通过终点线，接受观众欢呼。也过详细一日看，今年是一台人形机器人。伫北京药妆举行的2026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见证科技史上惊人的时刻。由手机大厂应邀开发的参赛机器人，伫21公里的半程马拉松，最后以50分26秒的成绩完成比赛，比即阵人类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的57分31秒也近真多。刚才的机器人都表现得非常令人吃惊，没想到现在速度已经到这么快了，而且呢都很稳健啊。今年是非常的变化非常大啊，这个也非常激动啊。第一次超越了人类，这是没有敢想象。当然，不是所有机器人拢会伫比赛内底有真好表现，现场有机器人无细致摔倒，也是弄到障碍物件。也过大多数机器人展现高速甲稳定性，已经互场边的观众是大开眼界。研发团队指出，因模仿上厉害运动员的身体比例，更加专注来研发散热技术。基本它在设计之初的话，会基于我们人类优秀的这个运动员去做到0.95米的大长腿，对，然后这是我们外观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进和设计。然后其次的话，我们同时还会有一些对应的非常强大的液冷系统，对，这些也是基本上是公司自研的一些能力。那跑步这种大肌力运动，准教练动作真优的倒球对拍，对机器人来讲也无困难。索尼 AI 研究中心研发的 ACE 倒球机器人，最近伫苏联科学期刊内出现。伊有9个摄影镜头，甚至在经由观察倒球顶边的商标来计算转速。上快惊人的是，研发人员每个用手写停息码，甲机器人讲安怎拍球，而是经由唔知偌侪摆失败，伊家己找出战术，并且成功拍败世界排名前25名的女子这个选手。The robot can really do that by learning to play table tennis from scratch. So there is no way to program a robot by hand to play table tennis.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play from experience. 专家指出，这代表 AI 加策划模拟环境进入现实世界实体互动。这类技术未来唔乃使用伫运动竞技，更加使转化成做智慧驾驶，也是日常生活辅助。机器人无过在只是实时定刻的工具，而是具备快速理解人类意思，甚至会在亲像厝内底人相款展示，并且学习特定活动的智慧体。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好，也这个智慧体确实已经开始进入咱的生活。规模历来上大的世界杯脚球赛，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联合主办，伫6月11正式起稿。也伫咧美国德州达拉斯的国际转播中心，昨是对外公开。那串流转播这个科技先进，佮电视机器狗，这个机器狗会当伫比赛期间协助警方维持安全。有49岁世界杯脚球赛就要开幕，伫德州达拉斯国际转播中心，第一摆对外公开。This definitely is the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and top-of-the-art international broadcast center that the world has ever seen and probably will ever see. 这号称美霸神经中出的场地，除了负责转播，也担起世界篮球赛科技分组重任，亲像 VAR 影像辅助裁判、球场荧幕管理甲画面品质控制。同时，各一卡组介绍一个加入警方会员的机器狗，这只叫做 Spot， 专心拢是点下镜头的四卡机器人，应进入危险地区，团队及时影像协助执法人员先观察状况。球赛还未开始，球迷已经先接起来。费城市金酒吧为世卡赛延长营业时间，为早起9点开到透早4点。至美国经营酒吧是有酒精销售时间限制，不过为提高世卡赛球迷体验，佮带动餐饮业的收入，美国真济州已经批准餐厅酒吧营伫40天赛事期间延长营业。Philadelphia here, we're going to be open till 4 a.m., typically open till 2 a.m., but they've given us a special license to be open to 4 a.m. for all the World Cup games. 1974年以来，第一摆正标世界杯的咱的友邦海地，也为首都太子港吉亚路带来活力。近几年来，海地无缘世界杯球迷一向拢支持巴西或者是阿根廷等卡球强国。今年伫分组比赛，海地所要对上5届世界冠军巴西队，所以海地人努力祈祷打败巴西。公视新闻洪如梅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头，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